嚟到山西博物院，再睇埋晉商博物館啦，只覺得山西真係好有錢，煤礦啦，晉商啊，商隊啊，賣茶葉啦，去到歐洲啦，去到東南亞，犀利，真係好犀利。佢哋啲銀號去到香港，去到俄羅斯莫斯科，好犀利，你可以睇睇。另外呢個山西地質博物館就喺山西博物院隔離，所以順道去睇埋，又係恐龍骨，未睇過嘅絕對可以睇。咁文廟同純陽宮，文廟咧就係我冇嘢做去嘅，純陽宮咧就係之前嗰日去唔到，閂咗佢收5點半，咁就特登去。OK 嘅，因為就近5·1廣場同埋山西飯店。OK。五代十國啊！精緻好多啦已經。第二次嚟晉商博物館，山西晉商博物館。第一次嚟朝頭早食完早餐，得閒行過嚟，因為入咗去進駐。呢個地方好大，有嘢睇到。你當庭院咁瀏覽都真係好玩到2-3個鐘啦，一般人。2個鐘啦，冇3個鐘啦，仲有一個咁靚嘅鐘樓，好多標定喺一間俾幅地圖你睇。咁算黐咗，你當招圖案又得，而家就算剔剔得得，挑山條個感覺。埋單啦，結帳啦，老細。鏡啊，銅鏡啊，唔同嘅銅鏡啊，聽下咩聲先？呢度係山西考古博物館文廟，文廟入邊就係大神殿，就係孔子像。但係你睇啊，呢個大神殿外邊2棵人行咁大棵，不過入秋會唔會好靚咧？成頂人興嘅，仲有佢哋個瓦頂咧係有花嘅，因為前面有幾棵樹都係好靚。我嚟嘅前晚就想喺純陽宮呢個十國關公唔知咩台啊，拍呢個樓，夜晚開燈嘅，跟住拍下車軌，有地標嘛，但係鎖咗，但係原來下低咧呢度咧有個平台嘅喎。